台南市副议长林秉利过身，议会24号召开临时会补选副议长，上午10点开会，出席人数就8人。议长郭信良宣布人数不足流会，接续11点第2摆开会，出席人数只有20位，同款无到半数。议长再次宣布流会。第3轮12点搁再开会，根据记者观察，其实10点民进党团多数议员就已经到场，只是无出席签到。党员伫党团讨论寻求共识，最后议会经过推选监委查扣选票、甲票箱等天数，并一一唱名。最后李文俊以出席26位，摕下23票，当选第3届副议长。李文俊1票由谢龙介投出。李文俊1票。这次应选的到场报到人数为55人，出席议员人数为26人。这是第3次的选举，依据地方自治法第45条第2项的规定，得以票数最多者为当选。我们李文俊议员得票数最多，新当选为台南市第3届的副议长。我们在此恭喜李文俊议员。文俊呢，当顺利来当选这个第3届的这个新任的副议长。本人呢，一定这个做诚挚的表达由衷的谢意吼。第3届副议长呢，虽然这个任期剩2个月啦吼，但是文俊呢，我会竭尽我的所能啦吼，来这个做辅助咱来辅助咱这个议长推行咱的会务吼，督导市政互咱的议政会当更加符合民意的这个诉求啦吼。这摆议会依法补选副议长的出席，伫台南地方法院庭长的监事以及市长黄伟哲嘛带领市府以及主管的见证甲祝贺社中闭幕。李文俊曾经担任成华代表会主席甲镇长，以及第1届县市合并议员。这摆伫国民党甲无党的支持，补选副议长的宝座。台南新闻顾文吉、林英庚采访报道。